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8月13，诗篇144篇50安尼讲：上主啊，求你天开天，亲身降临，蒙山，予山庆宴。三甲来祈祷，天开天，亲身降临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创造宇宙万物、掌管世上万物、听从世间众人的真神上帝。主啊！你照时赏赐雨水，润泽土地。你也予日出日落拢照时，予万物生长大长，予众生有通食，予人得到你的供应。主啊！你予一切拢照你的旨意来行，也予阮伫你的恩典的中间来活。主啊，阮拢要来到你的面前，来敬拜你。学罗你的至圣、至尊、至大的名。主啊，你的威严是阮所敬畏的，求你天开天，亲身降临。蒙山，予山庆宴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